我过接看书的人是从引来引社会哦。不过今年在台中市可以一间特别的书店，大家128去如果想要坐下来看书，乐乐书屋是2层的楼屋配装，室内面积大体有170平，设计风格quite多样，内容有创意，是得讲是台湾仅有文强气息的图书艺文空间。本人感觉亲切的是，一个乐乐书屋无卖书，是囤书150到200个元的入场费，水彩很适量的，水彩唔看。书屋口是开销的钱，如拿来买书。而呢，目标是当然要建出一座图书馆，为韩国多人享受得到图书的乐趣。最丰收的台湾水墙是外面有一张7公尺安高的苗条雕塑，太太绿的模组，该墙每个都看到清清楚楚，象征一切该有智慧。也这个是台中市亚下一等受欢迎的书屋。你好，请问有来过乐乐吗？没有没有。好，那跟你做介绍一下。先欢迎你来到乐乐。那来到我们乐乐的话，首先会先跟你收100元的费用。那这个费用会拿来做我们文创展望会的公益部分。虽然很多书屋三唔卖书，係一個非營利公益組織的平台，向入場嘅民眾收400塊錢，扣係開銷，存嘅錢就可以拿去買書。目標係當年建出一座圖書館，大概100本的書。那这个文创展望会的宗旨跟目标，就是希望每年可以捐出一座图书馆，温暖一个城市。那这个图书馆，像我觉得图书馆它可大可小，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学校里面的一间图书馆，或是一个部落里面的一个小书屋，或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小角落。那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们想要让想要阅读的人，他可以有阅读的空间。看网络上有人分享过，然后觉得就是这里环境很舒服，然后又可以就是看书，因为他们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入场费是100块，是拿去做公益，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民眾入場過後，做得近鄰咖啡吞茶，看書無限時間。規個建築嘅壁係貼進父母奶作為書壁，標係3200本的書，涵蓋9萬書。就我们想促进书的流动、跟知识的流动、跟爱的流動。因為我們叫書屋，可是我們館內不賣書，我們的書是用交換的，大家可以帶2本書來跟我們做交換，或是可以捐贈。就像太同無樣嘅嘢，一同語文空間，多樣有趣味嘅設計風格，每個素材都改本人想唔到。因為我們當初用板模去做這個格子的分割嘛，所以板模我們也有尋找很多漂亮的木紋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仔細看的話，我們的書牆上面雖然是水泥灌溉，可是它都有很漂亮不同的木頭的紋路。一條標模也無弄黑，技術再利用來做辦公室的外表屯台牌。这个板模拆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它裁切过了，再来讲，它可能就是要被销毁、烧掉啊，或是丢掉了。可是因为我们要珍惜资源跟爱护我们地球，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，做成我们的故事墙的盒子，然后还有我們2樓的地板跟樓梯的地板，都是用这个板模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去做的。書屋都空有幾百年的老榕樹，還味道機喺天棚空可以一個太空。空氣個流通，日頭對也漸下來，連雨水未對也噴。睇屋都套樹下巴有風吹，不是沒有一位跌下來。屯太自然帶到屋都，創造人屯自然的美好關係。小時候我自己啊，家裡附近有一棵榕樹，我們會在那邊玩躲貓貓啊，或是遊戲啊，或在那邊可以找到阿公在那邊唱歌，那就是這都是記憶裡面的一些故事跟畫面嘛，所以我們也是想帶着大家尋找記憶裡的溫柔，所以我們當初找了這棵老榕樹，在樹木銀行找到它，把它買回來，然後開了一個很大的天窗，把它種在我們的館內。
连片数每个有10几个，符合的系是无同样主题的片数。车体马通风，隔断特殊的玻璃，就做得清楚的看到脑部的人一等亲密。就是我们人在做沟通的时候，都是透过眼神的交汇嘛。我看着你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；你看着我，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那坐在厕所上厕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人的表情，各式各样的表情，看书的表情啊，讲悄悄话的表情啊。可是你其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去做自我的省思。有个空间设计，该优雅，该舒适，本人愿唔係上愛坐下來看書。我觉得还蛮有用的，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太看书，对吧、可是如果就是环境那么好，然后就是书，然后这边那个他们书都会有分门别类，对，可以自己找有兴趣的书看，然后坐多久都没关系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。看书的人还是很多，那这边的书有百种，然后很多书也是图书馆看不到的，那当然大家都会想来看看。我觉得成品的话有点太盈利了。而且人实在太密集了，我真的不喜欢。我是喜欢就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看书的地方，那这边就是很适合，对，而且这边也很清幽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乐乐书屋唔單止係圖書館、咖啡館，還個有兒童同成人堂嘅各種功能。去年11月開幕，就請嘅重量級設計師Jimmy Choo來展覽。馬來西亞來嘅客家設計師Jimmy Choo，因為是團已經構成嘅英國台灣那王妃設計鞋嘅出名，他還韓國用高踭鞋帶動世界流行。因為從小的時候，爸爸媽媽就教我做鞋子，它的基礎打好了，所以做鞋子。現在有做高跟鞋，每個人穿高跟鞋，不是指是漂亮、大方、美觀，最重要的舒服對身體就是健康。我感謝我的爸爸媽媽，小小就教導我，給我一個知道客家人的禮儀，客家人我要相信這個做乜嘢都會成功嘅。我知道這個有本事，我知道大家有勇氣，知道大家我本來的學到東西，放在教大家全世界。他願意來在我這個地方來舉辦他這一生第一次在亞洲區的一個展覽，甚至亞洲區他這次在台灣，我覺得身為一個台灣人，我也非常的開心啊。它算是一個分享的平台，所以在這個地方呢，你除了進來閱讀以外，你也可以學習一下生活美學啊，然後感受一下我們不同的課程啊，或是我們有講座，然後或是我們每次有不同的展演，所以在這邊我覺得大家是可以分享跟交流。空間乃就該有創意，一等鬧一等獎，想係該當人來協商打卡。唔過安呢，我點到本人看唔到想愛推動閱讀嘅想法無咯，書屋嘅執行長總之田也是也唔少。至於拍照打卡這件事情，我覺得我們歡迎，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拍照。你到一個你喜歡的地方，就想跟大家分享嘛。而且大家這樣拍，你看到大家都在讀書，你就會慢慢把手機放下來，然後坐下來喝杯咖啡，然後你就自然而然把書打開了。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我倒不是這麼擔心。看書嘅人見來見少，做乜嘅行為事態前來打造書屋，該當然都會好奇。我們的創辦人說，我們做的事情很傻，可是總是要有人做。然後有時候呢，你明天我們會想很多啊，或者是我們有很多很棒的想法跟目標，可是我們沒有這個動力去實現，然後也不敢踏出這個第一步，因為你絕對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嘛。那他就是都是告訴我們說，沒關係，做了就對了。從初出安尼嘅語文環境，總之聽講，其實係連連沙沙，想就想唔到嘅結果。一開始也不是打算要做書店，一開始我們只是想找一間倉庫做設計。我們有很多自己的裝飾品跟藝術品嘛。這個建設公司的老闆呢，他就跟我們說，他有這個地方在出租。那這個老闆他是一個，對我來講，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慈善家。他每年呢捐12所國中國小的小朋友給他們捐書給他們，是自發性的哦。所以我們就是想要跟着他們一起去捐書，然後一起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小朋友。所以進來的人，我們也會告訴他說，
这个100块、150块很小，可是它可以有很伟大。书报唔单止係民眾做在表強中看書嘅素材，韓國係一個傳送美好環境嘅平台。人團人當中熱情嘅交流同分享，來打造雖然是夢想，唔過佢本人感動嘅感覺。